交通部观光局伫进前有宣布讲，要搁再来推动国内旅游振兴方案，7月15第一阶段就要开始咯。为着要迎接这疫情稳定了后的商机，新北市金山在地创新团队大声推出北海岸振兴旅游行程，希望会当度过疫情的难关。金山种风水体验北海岸的风情，那许热时，关地游客拢是靠自助。不过即马受到疫情的影响，真侪在地店头拢真艰苦，像做美食推广的业者感受着真深。跟我们之前6日每天一天可以有好多场，比如早上2场、下午2场都是满的，但现在像4月这几月几乎是每天几乎是挂零。3、2、1。疫情高峰期看起来总算要过啊！趁交通部观光局推动新一波国内旅游补助，新北市农业局辅导的农业创新团队，嘛发起全台湾头一个北海岸的秀乐游程，2天1暝1000块有找。杨院长罗家华表示，因为这个农业体验业者的规模拢无大，希望透过在地店头串联合作，增加商机。我们比较期待的是，整个疫后之后，它可以透过整合，可以产生的一个新的商业模式跟商业价值。那同时，这些商业模式跟商业价值是可以真正的落实到地方产业。业者希望民众除了体验特色农产，嘛会当来遮深度旅游。新北市农业局表示，自3年前推动农业创新，协助青农发展产业，在地青年回乡拄着疫情，拍拼到大，真正无简单。希望大家做伙渡过难关。记者陈亚文、李玉凯新北采访报道。